明仔载是赖政府执政满半冬，行政院长杜英泰今仔去立法院报告追加预算案。另外，针对 NCC 的人事案，院长嘛表示讲有在准备新的人选咯。针对政府拍算要半波台电1000亿哦，院长嘛强调讲，目的是稳定物价，照顾民生。今仔早起，立法院国民党团的总调鲍坤基伫质询的时，指控经济部长郭志辉规避财产的申报，双方是你一句我一句。我政府就任就要满半年，面临调税也大的挑战。明年总预算案总算付费审查，不过国民党团、民众党团联手三读通过 NCC 组织法修正案，删除万年延进条款，互代理主委洪碧总无法度延进甲代理职务，加上也无新民事同意权，互 NCC 委员恐惊只剩3人，限制停摆。行政院长杜英泰19表示，已经赶紧咧筹会新人选。通传会的人士，因为经过几番的波折，而且在修法之后，我必须因应新的一个状况，因此我会重新审慎所提名的这个委员，那是不是能够在这个时候继续担任我们的被提名人？另外，台电已经要钱高达4097亿。行政院对外预算拍算明年半波台电1000亿。杜英泰表示，台电因为国际燃料成本起价、稳定物价甲照顾民生弱势，吸收用电成本所需要的经费，也鼓励日本、法国也分别补贴新台票5500亿、7000亿。不过在野党是无同意，指绿能政策不当，敢若是供电备案都一直出来，才要提人民的血汗钱来补贴。我们经济部跟法务部，还有农业部，我们都现在在建立一个平台，防止这些弊病，防止这个蟑螂可以再次肆虐这个光电这个领域。它这个财务状况不好的话，在银行的授信这个等级就会下降啊。那对于我们第一个，我们可能付的这个利息钱利息可能会增加。另外，国民党团总调鲍君奇点名经济部长郭志辉，接任部长进前脱手股票转让给后生投资公司，积极规避财产申报。郭志辉反驳，都按照规定申报，双方是一句来一句去。看你的财产申报，我完全依照法律的规定申报。你这个不是下一页，我表示抗议。这是掏空台湾、规避监督、以公谋私。不管其也指控郭志辉想要将台积电顶悬甲下海厂商带去日本发展，为日本向本招商，挖空台湾人才产业。不过杜英泰澄清，是布局全球壮大台湾。记者综合报道。